何相？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，做风台落大雨，烦恼车路变做乌。另外，真侪地名拢有乌，像讲台北市有内乌，新竹有乌口，苗栗有四乌，啊那彰化有溪乌，云林嘛有口乌。今仔日要甲大家详解，这一日就是读做乌，读文母乌第5条读乌。这个乌就是大水潭的意思，咱讲乌面。大水潭的水，咱讲是乌水。另外一个较特别的用法，就是乌无一定是有水的所在，若是世界较悬、中较低，亲像乌的形。古早讲是洼地，现代讲是盆地。过去咱嘛是讲乌，像咱知影讲本基乌，其实无乌，是因为地形亲像本基，也就是四周围较悬、中较低。另外，佫有新竹的乌口，同款嘛无乌水，同款是因为地势关系。也佫有过去颠倒向的水流，咱讲是乌流。啊，若讲到改变船的方向，用桨伫头前背水，讲是乌来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防水乌，这个意思就是地动，或者是做风台，或者是火山爆发引起崩山，也佫有水崩山。甲山给踢掉了后，地水就要变做乌，拢有崩坏的危险。第二个词读做乌水色，也就是较浅的橘仔色、紫色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个地头出名的风景点，也就是会当欣赏到防水湖。上界特别的是，水面是乌水色，有够迷人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湖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